有400幾年歷史嘅西貢糧船灣天后古廟第4次嘅重建工程完成，今日就舉行咗開光典禮。天后娘娘坐嘅凳椅，財神像後面嘅浮雕，都係今次重建時候新加入嘅設計。嗱，呢一度啦，以前係雜物房嚟㗎，但係經過今次嘅翻新工程之後，搖身一變就成為咗文物館，擺放供奉過天后嘅祭祀物品。過千人專程到西貢參加糧船灣天后古廟重建後嘅開光典禮。因為我成30年未嚟過啦，係啊，今次嚟就好靚，係啊，全部都粉飾過咁咯。幾靚啊！啲浮雕啊，我都好似靚嗰啲咯嚇。古廟上一次嘅修葺已經係14年前，要展開翻新工程，並唔係話想做就做。跟住我哋睇到入邊啲嘢咧，好溶溶爛爛，同埋好霉舊，所以我哋決定咗之後就重修。問天后娘娘許唔許可？跟住我哋幾個總理4個人一齊貼杯，又係同時一個聖杯咯。古廟嘅翻新工程一共用咗接近500萬。無線電視記者蔡曉晴報道。